大家好啊，我係 Tommy 啊。而家咧我嚟到天水圍西鐵站，咁啊我而家就喺呢一個 A 出口。成日都講嘅北部都會區發展，哇！聽咗好多次，又話咩洪水橋啊、古洞啊嗰啲嘢。好啦，我為咗咧令到我自己更深入了解，我又去學下嘢先。咁啊喺政府嗰度咧會有個路政署啦，佢起咗一個叫做廈村洪水橋嘅發展展覽館。咁我就預約咗今日去參觀。我唔知入邊會有啲咩可以令到我增加呢一個洪水橋發展區嘅知識，不過就係咯，過去望下先。而家咧其實呢一個展覽館咧，你哋如果公眾係想去參觀嘅話咧，你都可以㗎。咁啊，只要自己喺個網站嗰度預約，揀翻個日期同時間，撳翻呢一個個人展覽，揀翻人數，佢就可以俾個時間你自己揀。咁啊，我今日呢一個日期咧，其實我成個月前已經預約咗㗎啦，係咯。而家我行緊過去，咁啊，天水圍西鐵站呢出口落咗嚟，沿住呢條巷仔一路直行，過咗對面馬路就係呢條天橋底，即係呢個西鐵站嗰個圓縫下邊喺呢個位置嘅啫。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哋而家過去先。展館第一個位置嘅中心點，咁我會實到自己區或者大家有其他嘅想法都可以睇嘅。另外，大家又講好多嘅福船之外，佢又似啲乜嘢咧？煙花。冇錯啊，佢就係一個係煙花嚟嘅。咁頭先我留意到大家咧，有幾位都同我哋睇緊呢一種展板咧，都有啲興趣，咁可能同大家介紹下啦。呢個就係我哋香港個設計比賽嘅得獎作品嘅展示嚟嘅。咁呢個係其他洪水橋廈村流浮山，一片承載不明建築、深厚歷史嘅土地。呢度嘅天然濕地，人肉生機，人情味世代相傳。獨特魅力，熱情可動。呢度係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匯聚北部發展優勢，以革新思維，將地方再活化、進化、綻放出耀眼光芒。呢度匯聚地氣、人和，為高端專業服務、現代物流、數碼創科開拓新空間，為環境、社區配套注入新動力，綻放無窮無盡嘅發展潛力，讓城市發展同生活溫度完美結合。交織出屬於新界西嘅新亮。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佔地達3萬公頃，約佔香港總面積1/3。配合國家15五規劃綱要，香港將發展為國際創科新城，以產業帶動、基建先行為主軸，確立南金融、北創科佈局，完善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北部都會區特別制定4大區域發展策略，包括創新科技地帶、
口岸商貿及產業區，以及南陸康樂旅遊生態圈。而大家身處嘅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就係以高端專業服務同物流樞紐為核心定位。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位於北部都會區西面，連同元朗、天水圍、元朗南新發展區，以及流浮山、尖鼻咀同白泥一帶，總面積超過1300公頃，將致力發展金融、財富、法律等高端專業服務，並發展成為現代物流重鎮。同時，透過北都大學城規劃，助力香港建設成為國際教育樞紐。流浮山作為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擴展部分，將蛻變成為數碼新海岸，促進新經濟與傳統經濟融合。同時，憑藉尖鼻咀同白泥嘅自然景色，結合流浮山海鮮市場，大力發展休閒生態旅遊。新發展區連同元朗南將善用棕地發展房屋，配合現有住宅社區，提供超過9萬個住宅單位。三區聯動發展，功能互補，為區內市民營造自給自足、職住平衡嘅便捷生活圈。完善嘅交通網絡係實現未來構想嘅重要一環。而以嘅港深西部鐵路將充分發揮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嘅地理優勢，直接連接深圳前海，進一步鞏固其作為專業服務同物流樞紐嘅戰略地位。除咗跨境交通服務，亦有11號幹線、屯門繞道及北都公路等一系列主要幹道基建項目，全面加強新發展區與市區及周邊地區嘅連通性。新發展區內嘅全新運輸交匯樞紐將無縫接駁區內住宅區、商業區及社區設施等主要活動節點，而當中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將貫通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及元朗南新發展區，配合區內完善單車徑網絡、行人友善設計，令新發展區內外交通無縫銜接，四通八達。為構建更宜居、宜業、宜遊嘅現代都市空間，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將引入多元規劃理念。喺城市設計方面，善用河道兩旁綠化空間，活化現有河道，闢設綠化幹道，構建連貫嘅藍綠網絡。於休憩空間內建造蓄洪設施，提升抵禦水浸能力。規劃通風廊及舒緩空間，改善空氣流通。並透過階梯式發展輪廓，營造協調嘅城市景觀，配合開揚嘅觀景廊同風水帶，讓自然景緻融入城市。設計亦呼應新發展區自身特色，喺發展嘅同時，保育珍貴嘅鄉村文化資源同獨特嘅鄉村風貌，建立一個既承載傳統又擁抱未來嘅和諧新社區。一項劃時代嘅城市發展項目，需要匯聚頂尖專業團隊嘅智慧同力量。政府會秉持創意思維、以人為本嘅信念，以革新科技、倡導智慧、環保及具抗禦力嘅策略同措施，與社會各界攜手同行，致力實現卓越工程嘅願景。呢度係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匯聚智慧，綻放機遇嘅高端專業服務同物流樞紐。新發展區連接深圳灣口岸，未來將有港深西部鐵路由新發展區連接前海，接通兩地文化與經濟交流。喺地理優勢嘅配合下，呢度將發展成為現代服務業中心，專注提供金融、財富管理及法律等高端專業服務，不但有助海外企業進軍大灣區市場，同時可以幫助內地企業走向世界，開拓國際市場。現代物流業同樣係區內重點發展嘅專業服務，與前海智慧物流發展連成一線，貫通全球，全面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而流浮山作為新發展區嘅擴展部分，將定位為數碼科技樞紐，致力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經濟融合。區內涵蓋金融科技、智能生活及數碼娛樂，為年輕人及初創企業提供發展起步點。除咗發展，呢度亦兼具生態保育與休閒娛樂。區內可飽覽尖鼻咀嘅自然美景、白泥嘅日落景緻，以及享用流浮山海鮮市場嘅在地美食，結合生態旅遊與地道餐飲，吸引本地居民及遊客到訪，提升旅遊價值。呢度就係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北部都會區嘅高端專業服務同物流樞紐。廈村新發展區係點樣？等我工程師，你嘅車長兼導賞員，帶大家坐上呢架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親身體驗一下啦！坐穩就出發啦 ，Go！ 大家 feel 唔 feel 到陣陣綠意啊？我哋而家沿住一條綠化幹道行駛，兩旁種滿樹木同花卉，望出去一片綠油油，係咪好舒服呢？呢條幹道係藍綠網絡嘅一部分，結合綠化空間同親水河道，可以平衡生態之餘，環境又靚。你睇下，活化咗嘅田心河多咗好多小白鷺喺度啊！喂，同學仔，你哋做緊咩 project 啊？呢度就係全新嘅北都大學城，便利學生同市民之餘，亦有利締造更完整嘅生活圈。講到優質生活圈，梗係衣食住行樣樣都要方便就腳啦。呢度有便捷嘅公共運輸交匯處，你睇嗰邊就係新起嘅洪水橋站，大家可以喺洪水橋站轉乘屯馬線，唔單止縮短咗返工返學嘅通勤時間，出市區方便咗，仲可以無縫連接廣深西部鐵路，快速往返前海添。Hello， 你哋睇下呢啲行人友善嘅街道設計，步行街配合埋完善嘅單車徑網絡，市民可以低碳出行，無論踩單車定行路，一樣可以輕鬆四圍去。好香嘅咖啡味喎！原來轉個彎就已經到咗好超嘅區域廣場啦！呢度真係行兩步就有驚喜，令人無時無刻都感受到生活嘅小確幸啊！經過市中心，我哋會駛入住宅區，覺唔覺得沿路嘅景色都好開揚呢？因為呢度有精心設計嘅通風廊同觀景廊，加上階梯式發展輪廓，除咗可以改善空氣流通，仲保留咗廣闊嘅城市天際線。住喺度嘅居民每日望出去真係一個字，爽啊！大家望下嗰邊嘅區域公園，呢個公園內藏玄機，一啲都唔簡單㗎。區域公園平時係休憩空間，市民可以沿河邊散步、跑步，又或者喺球場打波。一旦遇到極端天氣，呢度嘅蓄洪湖就會發揮先進蓄洪功能，以後洪水橋就唔使怕水浸啦。好啦，工程師同大家嘅旅程暫告一段落啦。但係你同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嘅故事先啱啱開始，大家盡情發掘驚喜啦！成個導賞團我哋已經參觀完啦。呢一個展館咧，令我係更加深入了解呢一個洪水橋發展區嘅環境。咁將來變成點咧，我唔知。不過咧，成個洪水橋西鐵站佢話30年會完成。另外咧，洪水橋至前海嗰條鐵路咧3-4年會完成。咁啊，指日可待。好啦，今集係咁先啦。咁啊，如果有興趣中意我嘅影片咧，記得訂閱、讚好同埋追蹤我。記得買樓揾我，好冇？多謝各位收睇，拜拜。